来镜头刷登来台湾来看，这实在是真无彩哦。嘉义县搭配着振兴县推出的抽奖的活动，上大奖是高铁嘉义站边啊，价值500万的厝。结果抽到这间厝的民众，发票无去咯。按照规定，袂使领500万的厝飞去咯。所以国税局特别来鼓励着民众摕分段发票，安尼就唔免保管纸本的发票。若是得奖，就到平台列印下载这个分段发票的纸本，安尼保证妥当，发票拢袂无去。嘉义县配合中央推出振兴县的抽奖活动，唔闹轻游艇，上大奖就是这栋伫高铁站边仔的厝，即马这个好运的人出现啊4701，这有可能是许先生，也可能是许小姐。市价500万，23平2房的规家，这间厝真大方，全咧甲送出去。不过这个好运的地主出现了后，煞袂当领回去。办法拿出正本的发票。那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让他领奖。本来有的变成没了没。这损失惨重啊！这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以后发票真的是要好好的留下来。大家听到拢感觉真无彩，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唔是大家拢有。国税局有提出建议，若是讲惊发生类似的情形，索取云端发票的话，它就可以直接去到平台里面去下载这个云端发票的纸本的。用分段的发票唔那环保，若是好运得奖，再甲印出来领就好，减少纸的浪费。竟然唔免烦恼讲求来在身爷，真无简单，已经到门口啊，煞因为找无发票，袂当甲开门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